都没去生个，生个多没忙着。我的确诊在看，现在我从小从来的长嘛，这边我从小，他在那待呢，在那待呢，我的后面那边呢，开始我的用那个打的就，我那我的那么多就是，我直接，C'est ça. C'est un grand moment de chance.你要这的事，这个必须得找到。那你老婆的身上是哪里相对接近？对。